做嘢做咗成日咁攰，返到屋企都唔想煮飯，諗住簡單煮個急凍水餃食，點知結果卻令人崩潰。煮出嚟嘅餃子一係皮穿咗，啲餡露到成煲都係，變成咗一煲片兒湯；一係就皮熟咗，入面啲餡仲係硬邦邦夾生嘅狀態；再唔係就煮好後放喺碟度，瞬間黐成一團，夾一隻穿一隻。仲有人煮到爛晒，撈都撈唔起。有人懷疑係自己買嘅餃子牌子唔啱，仲有人話係屋企個煲有問題。其實呢啲都唔係主要原因。今日我就將我嘅獨門秘籍教俾你，保證你煮出嚟嘅餃子皮薄餡靚，咬一啖爆汁，每一隻都圓潤飽滿，比出面現包嘅仲要好食。講到煮急凍餃子，有啲人習慣凍水直接落鑊，覺得咁樣能將餃子煮透；有啲人則堅持一定要等水完全滾起再落鑊，覺得呢個係煮餃子嘅鐵律。其實對於急凍餃子嚟講，呢兩種方法都唔完全啱。首先，我們要明白點解唔可以用滾水或凍水煮急凍餃子。急凍餃子同新鮮水餃嘅物理狀態完全唔同。新鮮水餃皮軟餡軟，確實需要水滾後落鑊，利用滾水嘅溫度迅速定型。但急凍餃子係從雪櫃冰格裏直接攞出嚟嘅，表面溫度極低，甚至結咗冰。如果直接揼入滾燙嘅熱水入面，餃子皮會經歷劇烈嘅溫差變化，瞬間受熱收縮。呢個時候皮係受熱咗，但入面嘅冰餡仲未溶。呢種皮熟餡唔熟嘅狀態，會導致你為咗煮熟餡料而延長時間，結果皮就煮爛咗，甚至因為內部氣體膨脹而爆開露餡。凍水落鑊都唔得。如果凍水落鑊，餃子會隨住水溫慢慢升高，而長時間浸喺水裏。時間一長，餃子皮吸水變軟變霉，仲未等水滾，皮已經爛咗。而且凍水煮嘅時間過長，更容易導致餃子黐底，煮到最後變成一煲漿糊。煮好急凍水餃，第一步揀餃子。好多朋友買返嚟嘅急凍餃子唔好食，唔係因為唔識煮，而係因為唔識揀。大家去超市買餃子時，可以仔細觀察一下餃子表面，從雪霜嘅厚度就能判斷呢個水餃係咪新鮮。如果餃子表面嘅雪霜特別厚，甚至已經結成咗冰塊，嗰說明呢個水餃好可能喺運輸或儲存過程中經過咗反覆嘅解凍同再急凍。呢種溫度波動會導致餃子內部嘅水分流失，皮亦容易凍裂。好似呢樣嘅餃子，任憑你技術再好，煮出嚟都唔會好食嘅。因此，我哋喺購買時要盡量挑選表面乾淨、冇厚重雪霜或者只有一層薄薄冰花嘅，呢個先係狀態最好嘅急凍水餃。買返嚟嘅急凍餃子，煮之前千祈唔好解凍，呢個係好多人容易犯嘅第一個錯誤。千祈咪用暖水浸，或者放喺室溫下，等着佢溶雪。一旦解凍，餃子皮就會變軟變黐，未落鑊就黐埋一齊，一拿就穿。煮嘅時候更加係災難現場。如果發現餃子喺袋裏黐成一團了，都唔好硬掰，只要用手輕輕拍打一下個袋，或者把餃子倒喺砧板上，晾個30秒左右，佢哋自然就會分開害啦。接落嚟係關鍵嘅煮製步驟，煲裏加入足量嘅清水，水一定要多，最好能沒過餃子3到5厘米。水太少的話，餃子喺煲裏擠嚟擠去，容易煮黐。水多一點，能讓餃子受熱更均勻，自由翻滾。然後重點嚟啦，我們要往水裏加兩樣看似唔起眼但作用巨大嘅嘢。一細匙食鹽同一細匙食用油，加入後攪拌均勻。加鹽可以增加水嘅沸點，讓水溫更高，咁樣餃子能煮得更透。同時，鹽還能讓餃子皮變得更加緊緻、有韌性，唔容易煮穿，也就是我們常說嘅煙韌。而家食用油
則能在水面和餃子表面形成一層潤滑嘅保護膜，防止餃子皮之間互相黏連，也防止餃子黐鑊。這係餃子唔穿皮嘅第一個關鍵點。加完鹽和油後，開大火燒水，注意觀察水嘅狀態，千祈唔好等到水徹底沸騰翻滾。我們要將水燒至煲底冇細泡，但表面仲未劇烈沸騰嘅狀態，也就是大約80°C左右。可以用手稍微感受一下水面散發嘅熱氣，感覺到溫熱但不燙手，或者睇到煲底密集嘅細泡泡正在往上冒。呢個時機就是落餃子嘅最佳時刻。呢個時候把急凍餃子落入煲中，落鑊後唔好馬上用鑊鏟去翻動，因為呢個時候餃子皮仲好軟，容易穿。我們要用湯匙嘅背面沿在煲邊，輕輕地推幾下水，帶動餃子轉動，防止餃子沉底黐鑊。千祈咪用鑊鏟嘅鋒利邊緣去硬鏟，那樣好容易把餃子皮劃穿。推完後保持大火，讓水繼續升溫。呢個時候唔好急住讓水沸騰。當看到餃子已經慢慢散開，不再係一嚿嘢嘅時候，我們就往煲裏倒入一殼凍水。呢一步非常關鍵，佢嘅目的係為咗讓餃子皮和餡料嘅溫度同步。因為頭先講咗，急凍餃子內外溫差大，加凍水可以暫時降低水溫，讓熱量慢慢滲透到餃子內部，避免皮熟了餡還是生嘅尷尬。加完呢殼涼水後，轉中火繼續煮1到2分鐘，直到水再次沸騰。這時候你會發現餃子皮已經開始變色，變得更透明了一些。這時候餡料其實已經快熟了，但是為了保證口感和熟度，我們還需要再來一次點水，再加2殼涼水倒入煲中，讓水再次降溫。呢一步能夠讓餃子皮經歷熱脹冷縮嘅過程，變得更加煙韌，唔容易煮爛。然後轉中小火煮1分鐘左右，等水第3次沸騰後，你會看到餃子一個個都鼓鼓啷啷嘅，個肚朝上漂浮喺水面上，不再沉下去了。這說明餃子裏面充滿了熱氣，已經完全熟透了。俗話說3開餃子2面黃，對於煮餃子則是加2次水，燒滾3次，基本就大功告成了。這時候先唔好上碟，關火後讓餃子喺煲裏焗1分鐘。呢1分鐘非常重要，利用煲裏嘅餘溫把餡料徹底焗熟，同時能讓餃子皮吸收一點湯汁，食着更入味。這時候你看煲裏嘅湯非常清澈，一點也不渾濁，說明餃子皮嘅澱粉冇糊化流失，餃子也是一個個完整唔穿皮，看住就誘人。撈餃子嘅時候用漏勺輕輕晃動，讓餃子自然分開，瀝乾水分，然後撈出嚟放到碟度。如果你擔心餃子盛出嚟後會黐碟，可以在碟底部掃一層薄薄嘅熟油，或者墊幾片生菜葉，這樣餃子放幾耐都唔會黐埋一齊，還能增加一點蔬菜嘅清香，擺盤也更好睇。呢個煮餃子嘅方法簡單實用，用呢個方法煮出嚟嘅急凍水餃絕對唔夾生，唔穿皮。餃子皮晶瑩剔透，口感爽滑煙韌，咬一啖鮮嫩多汁，真係同屋企現擀皮現包嘅一樣好食。好多朋友以前覺得急凍餃子口感差，其實只要掌握了這些小技巧，急凍餃子也能變成一道美味佳肴。你可以再俾自己調一個中意嘅蘸料，比如蒜泥、醋、豉油、辣椒油，混合一下，蘸住剛出鑊熱辣辣嘅餃子，嗰種味道真是絕了。生活中嘅美食其實往往不需要多麼昂貴嘅食材，也不需要多麼複雜嘅烹飪設備，只需要我們喺細節上多花一點點心思，多掌握一點點科學嘅小竅門，就能把普通嘅食材變得不普通。希望今日嘅內容能俾您嘅生活帶嚟一點點便利和美味。如果您鍾意這樣嘅生活小技巧，
唔好唔記得訂閱我嘅頻道，多謝大家。